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热天要到咯，都爱防蚊蚊啊。屏东市有袂少的乡亲来反映，讲最近是吼这个蚊蚊啊，就是乌蚊啊，是顶到有够食力，尤其是万年溪沿岸的徛街，这个蚊蚊啊是有够高。记者实际到场做测试，无到2分钟，蚊蚊啊总挖过来，是互顶到有够惨。还有，反正就是很多蚊呐，一下子整个手就是一下子飞来，一下子，你赶不走了，你怎么赶它还是一样都会飞回来。屏东市民讲，最近这乌蚊啊真正伤多啊，尤其是万年溪沿岸徛街感受特别深。卖餐饮的店家嘛感叹，人客食无偌久就坐袂掉，生意变甲真歹做。记者嘛到现场实测，无到2分钟咧，乌蚊啊来顶，够上。下面靠近我。居民讲，每当这时阵，乌蚊啊一大堆，虽然官府有派人来喷药啊，不过也是认为做了无够。说是我们自己的要出钱自己喷。县政府还没有补助，叫里长申请也没有。官府回应表示讲，有做过一次大规模的一个全面性的防范的消毒的一个作业。乌蚊啊介意安尼湿湿淡淡暗暗有生青地的所在，屏东人乌蚊啊大作战，除了喷药啊以外，家己嘛抢快闭起来清理徛街的环境，像爱倒掉这积水的容器，也佫有清除青地，这个动作若是有确实做啊到，才会当战胜乌蚊啊。